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。好。喂，哎，这个。好。什么？季丹阳出事了？ 丁姐啊，你就不应该让季专家离开你的视线。我就不该下悬崖。队长，怎么回事？季专家坠崖，白慧把他救回来的，现在正在抢救。红梅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我就不该自己下悬崖。我就不该让你去，怎么能犯这种错误？行了，张局，情况怎么样？头部受伤，正在抢救，我们都在等消息。夏院长，情况怎么样？幸亏送来的及时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是头部受了重伤，现在还在昏迷中。至于以后会怎么样，现在不好判断。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。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，召集省城的专家和本市的专家一起会诊。丹阳，季专家，丹阳，季专家，请不要动他，刚做完手术。丹阳。 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别担心啊，白慧，一定会好起来的哈。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啊？丁杰，记大过一次，停止检查。是。庞红梅，暂停专项组的工作，做深刻检查。是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执行。 事发现场还有谁？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，现在具体情况正在调查。白慧，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？是。你去东山做什么？是季专家，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，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，后来我家里有点事，耽误了。 后去的东山，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？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，我知道他要去那儿，没想到我刚到犀牛角崖底，我就看见他从山崖上掉下来。那你去东山的时候，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？哎，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。什么时候？上去好一会儿了。 没有看见什么人。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，有谁知道吗？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季专家电话，约我去东山，身边有陆珊珊、张玲、杜芳，再没有别人了。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想，
他们应该知道吧？季专家应该是在这儿挨了一下。季专家挨了这么重的重击，应该倒下才对，怎么会滚落山崖呢？队长，要是我也会先下。这事儿吧，不能全怪丁姐。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是。哎，多谢啊。谢谢。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，头在这边，脚在那边。这旁边不是石头就是树木，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。依我看，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，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，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。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2次，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救了被害人的命。哦，百惠，你当时发现季丹阳后是怎么处理的？我当时也懵了，他昏迷不醒，然后头后面都是血，我就用手帕捂住他的伤口，因为不确定伤势，我没敢移动他，就赶紧跑去找人了。啊，那行。觉得吧，就这个剂量，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，有点偏差。我觉得这个数值可能会有点偏差，咱们需要重新希文，这是丹阳出事前采到的监控室。就为了这么点监控室，差点把命都给丢了。大家太冲动了。他也是为了水利工程。裴正，这些够用吗？做实验的话足够了。那这个，我替丹阳保管。真没想到，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呢，今天人就躺着了。珊珊，以后你离白慧远一点儿。你没发现吗？他就是个货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脱不了干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白慧是救他的人，救他？那他为什么被专案组审查呀？你看见他被审查了？那是问询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不听好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早有吃亏。红梅，红梅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被停职，你要想见他，这得队长批准，别让我为难。不是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就见他一眼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我不进去行吗？白大夫，白慧正在配合我们调查，您真的不能进去。调查我不管，让我进去。哎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怎么不能进去？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，我当爸爸的给送饭，怎么不行呢？白大夫，我们会给他打饭的，这是规定，还请您配合。你们给他打饭，你们给他打饭，我不放心。他吃我的吃惯了，你让我进去。来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？注意态度。白大夫，对不起，他们态度不好，我呢向您道歉。
陈队长，我们家小慧到底犯什么错误了？没完没了的接受你们调查，什么时候能出来？我想知道。白慧呢，现在正在接受调查，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，我会亲自送她回去。用不着，我在这等她。你们快调查吧。啊，好，那您稍等，我进去看看情况。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白慧并没有想伤害季丹阳的理由，而且白慧救了季丹阳。这样吧，你先让他回家吧。是。队长，这是记录。好。哎呀，这一天折腾，累了吧？啊，先歇会儿吧。爸爸先去做饭啊。爸，嗯。小慧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上东山了？东山，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！啊，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出诊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，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，然后你自己上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哼，小慧，你说爸爸欺骗你，啊？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？砍柴的霍叔叔看见你上东山了，就在犀牛角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是，爸爸是先出诊，这我一看那时间还早啊，上山去采点药吧。家里的草药不够了，我不采怎么办呢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爸爸过去采药，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？什么时候爸爸必须跟你汇报一下呀？可是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，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，还怀疑我一直在替谁隐瞒，我不敢说呀，就是因为你呀，爸。因为我什么呢？如果我说我看到霍叔了，霍叔会说他遇见你了，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，你逃脱不了干系的。我又没干什么坏事，我逃什么呀？公安来问我好了，我怎么了？有一点你给清楚，爸爸是行医的，是救人的，不是害人的。那爸，那你看见季丹阳了吗？为什么季丹阳就给我看到啊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我没见到你，见到他了，有这个逻辑吗？是你让我去送药，我没来得及跟季丹阳会合，然后他自己上去了，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爸，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。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。不是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没让我上去，然后你自己在上面好好的，丹阳怎么就掉下来了？你这个问题，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。我告诉你，孩子，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？季丹阳是你救的，别再捣乱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做饭去。爸，这个孩子真是的。跟爸爸较上劲儿。小慧，爸爸，爸爸对不起你，以后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。爸，小慧，别动。对不起，爸，就是不想你离开我。傻孩子，爸爸能舍得离开你吗？爸，我们离开这儿吧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去乡下种地。你要是没力气干活，我养活你，或者去海边当渔民，反正走得越远越好。小慧。做噩梦了吧？靠力气吃饭，你连自己都养不了，还养爸爸呀？爸爸不会拖累你。我不怕你拖累，我就是想离开这儿。爸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爸爸怎么能骗你呢？你真的没有上东山看见季丹阳？哎呀，小慧，爸爸说多少次了？没有，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。可是我就是害怕呀。你怕什么呢？你看看我们家，
爸爸是行医的，你是护士，我们2个干的都是好事，没做过坏事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怕你有事瞒着我。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，别人不了解爸爸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？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，你相信爸爸吗？好了好了，别折磨自己了，小慧。爸爸去热饭，赶快下楼去吃饭，好吗？哎，真是。刘妈，刘妈，白大夫回来了，老沈呢？老沈牺牲了，别让孩子知道。把他叫起来吧。小慧，小慧，快醒醒，看看谁来了。白叔叔，哎呦，小慧，想叔叔了吗？白叔叔，我爸爸呢？你爸爸出远门了，要很长时间才回来。你爸爸呢？让叔叔带你走，来看看，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？保存好了。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？愿意。现在，走。又长高了。刘妈，那我们走了，再见。慢走啊。木兰花，你的开在哪？木兰花，我心中发芽。木兰花，饱含离别那句话。木兰花，等你回答。满天繁星，你的眼睛。木兰枝桠，你的背影。从未远行，陪我到黎明。吃饭吧。来，多吃菜啊。怎么样？妈，我给买这个喜欢吗？喜欢。还行吧。大口吃。木兰花，你的开在哪？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。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。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。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是愿普救寒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。长幼言痴，怨亲善友，华夷于志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，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生命。丹阳，你在香港都没事，在卢门你也一定可以挺过来。
爸，我上班去了。小慧啊，你现在去上班，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。要我说啊，你还不如在家休息，请2天假。我不想请假，大家还等着我照顾呢。哎呀，现在这个状况，你以为你去了，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？再说了，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，就差你一个了。差，我如果不去，我心里会难受。大洋也一定会怪我，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。如果我去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哎，怪爸爸，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。爸，大洋还在昏迷，你能不能治好他？哎呀，丫头，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，行不行？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！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，为什么大洋不行啊？这不是一回事儿啊！都是救人啊！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啊？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，治活了就行。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，那季专家行吗？季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，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，治不好呢，后果你想过吗？那还能比现在差吗？好了，孩子，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给他治的，不操心了，行吗？啊？哎，真是。这是履历表，还有革命后的简历，你看一下。好。队长。队长，给我派个任务吧。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，但我不想闲着。什么任务都行。专家组现在需要24小时保护季专家的安全，现在人手不够，我跟张局请示过了，你可以去陪护季丹阳。什么？陪护季专家？怎么，不想去啊？那就……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白慧啊，厂领导的意思是让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。我不需要休息，我想工作，大家还需要我照顾呢。我知道你一直很优秀，也很努力，这次也多亏了你才救了季专家。葛云姐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，你就让我回来照顾大洋吧。哎呀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哎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？你看你眼睛都红了。百惠，其实我跟领导争取过了，我也替你说过话了，但是领导说呢，如果你不想休息，想继续工作，那你最近只能在1楼工作，不能去季专家所在的2楼。为什么？哎呀，领导嘛，肯定是想谨慎一些，你理解一下啊。我不理解，葛云姐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也都做了，难不成他们是怀疑我要害大洋吗？没有这个意思。这样，最近呢，季专家那边我会让张琳跟珊珊多照顾一点，你别多想。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儿啊？夏院长。啊，张局长，出宫。夏院长，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，专家们也是刚走。那有治疗方案了吗？有2个治疗方案，但是都具有风险。季专家头部受了损伤，压迫了中枢神经，即便是醒过来的话，也很有可能会瘫痪。未来会怎么样，不好判断。这么严重啊？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，就从北京、上海请吧。
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。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，关键是北京离卢门有7天的路程，这7天对季专家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。不确定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会恶化。一旦病情发生变化，危险会很大。辛苦了。没事儿。他怎么样？老样子，真让人担心啊！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看夏院长他们都在想办法呢。好，你回吧，这里交给我。行，辛苦了。汤同志，季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？这事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？什么意思？那为什么让白慧停止在2楼的工作呢？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，别听风就是雨的，这说明不了什么。我先走了，辛苦。或许就是没问题呗。没问题，为啥不上2楼？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很麻烦的，谁知道是季专家先约的白慧，还是白慧先约的季专家？你们两个议论什么呢？发生这么大事儿，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？就是。陆秘书，您比我们更清楚这件事儿，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瞎打听。白慧是救了季专家的女英雄，她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，不准你们瞎议论。那谁知道？这不自信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啊？当耳破风是吧？赶紧走。白慧同志，我来帮你。哎，我自己来就行，陆秘书。季专家在东山出了意外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。哎，不过我是相信你的，你一直是那么优秀。谢谢陆秘书。你有些时候啊，就太老实了。你说你跟季专家走那么近干什么？明明是他自己要去东山找石头，那害得你受牵连。找时间啊，我得跟那个夏院长好好说说，不能总冤枉好人啊，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我明白岳领导想谨慎一点，但是我问心无愧，
是，那是肯定的。不过我就一句话，不白慧能委屈了自己。哎，葛云姐，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不好意思，陆秘书。哎，葛云姐，你看看啊，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陆秘书闻着风就来。葛云姐，每次都是你帮我解围，谢谢啊。干嘛一天板个脸啊？这还是我认识的百惠吗？来，我跟你说一下护士办公室卫生的事。白慧，红梅姐，这2天都没睡好吧？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我听说你被停职了。是我那天没跟去保护好他。组织有任何处罚，我都接受。赵局长不是你的老师吗？也许等他气消了，你就能复职了。这件事情上对我严厉是应该的，是我的问题。红梅姐，我真的好内疚，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说起牛角的事，不怪我知道，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。小慧，你知道吗？我和季丹阳在香港出生入死，他都没有倒下。我没想到，他在龙门躺在这儿了。我那天一直在想，到底是谁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？我听东升他们说，你那天在犀牛角没有看到任何人，是真的吗？小慧，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，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。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想一想，认真想一想，那天在那儿到底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？我想过无数次，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，我没有看到过他，我没有见过任何人。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？百惠，你看到现在季丹阳的状况了，这个时候能救他的人，可能只有你爸爸了。你去求求他好不好？去求求你爸爸救救季丹阳，好吗？我问过他了，他说他心里没底。就照这个去抓药，啊，完了按时服用，5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，啊。好的。回去好好吃药，你这咳嗽还真的挺厉害。谢谢白大夫。这是饭后还是饭前？饭后。白大夫，请您一定要治好季丹阳，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。庞公安，哎，庞公安，过来有事儿啊？你也没病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，白大夫，哎，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。治病？你有什么病？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，得的是心病吧？我相信，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，就一定能治好季丹阳。张阿水是特务，我给他治病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，能保证他开口说话，交代问题就行了。季专家能跟他一样？季专家那是专家，他不是治醒了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，小慧这不现在还不清不楚的呢，我再来这么一出，行了。所以啊，庞公安，你们呐，还是应该把季专家
送到省城医院去。白大夫，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，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哎呀，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呐，送到北京、上海、武汉这些大城市，反正不能耽误。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就是请您出马。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，又治好了重伤的扎阿水。我相信您的本事。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，很多疑难杂症我是治不了的。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，你也得试试啊。庞公安，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，我被怀疑了，现在这不小慧还在接受调查吗？现在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，我这种压力我不敢吃。白大夫，您之前说过医者仁心，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着姬丹阳见死不救的。我不是见死不救，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，还有人信我吗？我信，我和白慧都相信，您一定能治好他。小辉，小辉，进。哎，闷在屋里，饭也不吃了，啊？快吃吧。怎么的？不理爸爸？忙什么呢？哟。掏药方呢，这么用功啊？丹阳一定能好起来，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。小辉，跟爸爸说说，你是不是很在意那个季专家呀？是，我在意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跟珊珊和何明姐一样。爸爸知道这季专家嘛是好人，可是小慧，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，他是专家，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。专家也是人，是人就要救，这是爸爸您教我的。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啊，离这个人远点。为什么？为你好。我不。会跟爸爸说不了。啊，你长大了，爸爸的话多余的了。爸，葛云姐说，他这2天如果不醒过来，他可能这辈子就废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啊！有什么关系？爸，我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，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，做题搞研究。我不想他终身瘫痪，一辈子躺在床上。爸，我求求你。你救救他，只有你能救好他，救救他吧。
损彼益己，物情同患，况于人乎？夫杀生求生，去生更远，吾今此方，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，良有此也。哎，难怪人们说呀，这世上啊，最难做的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。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？是。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？是，我是怀疑他。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？执着于沉默表达，汇聚成铁流，献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，温暖在心头。那片静悄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，管它雨雪和风沙。